自2023年1月1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立约的记号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创世纪17章第1节到27节。亚伯兰99岁的时，上主对伊显现，甲伊讲：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伫我的面前行做着完全。我要甲你立约，要互你的后代加添极其多。亚伯兰趴伫涂骹，上帝阁对伊讲：我甲你立的约是安尼，你要做真侪邦国的老爸。对呾以后，你的名无阁叫做亚伯兰，要叫做亚伯拉罕，因为我要互你做真侪国的老爸。我要互你的后代加添极其多，建立真侪国，出真侪君王。我要建立我甲你以及你世世代代的子孙所立永远的约，要做你甲你的后代的上帝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迦南全地，赏赐你甲你的后代做永远的产业。我嘛要做因的上帝。上帝阁对亚伯拉罕讲：你甲你的子孙世世代代着遵守我的约。恁中间所有查甫人拢着受割礼，这就是我甲你以及你的子孙所立的约，恁一定着遵守。恁着挂恁的包皮。这要做我甲恁立约的记号。恁逐世代的查甫婴，无论家己生的，也是对外族人买来的，出世第8日，拢着受割礼。恁家内生的，甲用银买的，拢一定着受割礼。安尼，我甲恁所立永远的约，就伫恁的身上做记号。无受割礼的查甫人，一定着对我的子民的中间革出，因为伊无挂包皮，违背我的约。上帝阁对亚伯拉罕讲：你毋通阁叫你的某做撒来，着叫伊做撒拉。我要祝福伊，互你对伊得到一个囝。我要祝福伊，互伊做真侪国的老母，出真侪君王。亚伯拉罕趴伫涂骹得笑，心内想：100岁的人减会生囝，撒拉已经90岁，哪还会生？亚伯拉罕对上帝讲：互以实玛利做我的继承人就好。上帝讲：毋是安尼，你的某撒拉要甲你生一个囝，你就甲伊号名叫做以撒。我要建立我甲伊以及伊的子孙所立永远的约。关系以实玛利，我嘛听你的祈求，我要祝福伊，我会互伊兴旺加添极其多。伊会生12个族长，我嘛要互伊成做大国。到明年这个时，撒拉会甲你生以撒，我要甲伊立约。上帝甲亚伯拉罕讲煞，就离开伊上去。拄迄日，亚伯拉罕照上帝讲的话，甲伊的囝以实玛利甲家内所有的查甫人，无论是家内生的，也是买来的，拢甲因行割礼。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99岁，伊的囝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13岁。拄迄日，亚伯拉罕甲伊的囝以实玛利做伙受割礼。所有的查甫人，无论是家内生的，也是对外族人买的，拢甲伊做伙受割礼。以上。立约的记号。
阿必兰99岁的时，上帝向伊显现，搁一遍甲伊立约，也将伊和撒来的名字改做阿必拉罕甲撒拉。这个改名代表上帝甲因的关系确立，上帝并重申这个约是永远的约。大水了后的那阿之约是用庆做记号，上帝甲阿必拉罕立的约是用甲勒做记号。甲勒的对象是阿必拉罕家内所有的查甫人，因爱世代守甲勒，作为承接恩典的记号。伫遮特别讲起立约的对象是对撒拉所生的以撒和伊的子孙。总是咱也看见上帝应允祝福以实玛利甲伊的后裔，互伊也同样成做大国。虽然经文中讲到这个约是对以撒的后裔传承，总是咱也看到当当时13岁的以实玛利上款受割礼，留落婚约的记号，可见对夏甲怀孕迄粒起，上帝已经甲以实玛利涵盖伊的恩典的约的内面。这约虽然是上帝主动提出，总是第一再讲到上帝要求阿必拉罕做完全的人，就是顺从上帝，做诚实正直的人。上帝将阿必兰改名做阿必拉罕，设立伊做济国的老爸。若对华人的思维来看，改名代表命运的改变。阿必兰改名做阿必拉罕，拄代表甲过去切割、命运全新的开始，也就是对于真实的后裔撒拉所生的以撒展开。阿必兰人生前的99年的岁月，检采要用家己个人的想法为主，毋过伫伊互上帝改名行割礼以后，就放弃用个人想法来实现上帝的应允，将主权完全交予上帝，完全顺从上帝。当伊改名佮甲上帝立约以后，上帝应允就实现。伫新约时代，尤其是保罗传福音的时，常常面对已经信主的犹太人对割礼的坚持，因承接阿必拉罕的信仰传统，认为外邦信徒必须行割礼才算是基督徒，也就是外邦人大先爱成做犹太人，才会通成做基督徒。总是割礼的真实意义，是害人拄起自我中心，互人转往信靠顺服上帝。割礼这个记号是代表人甲上帝的关系。不过，当耶稣基督降生，伫十字架顶流血放杀性命，互人因为信伊，通甲上帝恢复合宜关系。人无需要搁透过肉体的割礼记号，先成做阿必拉罕的后裔，才通承接上帝的应允。上帝已经通过耶稣基督甲咱立约，这个新的约是用耶稣的身躯做恩典记号，是用水的洗礼做起头，互信耶稣是属主的人，甲上帝的关系通得到全新的开始。亲像上帝爱阿必拉罕成做完全的人，耶稣基督也爱咱完全，亲像伊是完全共款。
基督徒既然对耶稣基督承受新的约，必然也着承担伫生活中履行即个约的责任，回应对上帝的恩典，全心全意疼上帝，搁着疼人亲像家己。默想亚伯拉罕甲上帝立约了后，甲咧带来特殊的意义。对我来讲，有啥物代志因为信仰的缘故，变成做无共的意义？亚伯拉罕甲上帝立约了后，甲咧带来特殊的意义。对我来讲，有啥物代志因为信仰的缘故，变成做有无共的意义？做伙来祈祷，甲人立约的上帝，感谢你用逐种记号确立你甲人立约的关系，譬如用水的洗礼做记号，互人归入上帝子民的行列。愿我记条这记号，用做完全的人做目标来迈进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